起来搁会使翻，因来破关，咱着行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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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大家播声。哎，这条道路通台湾，通台湾，台湾。哦，海水小学方法，拍盐。阿良、阿强用水做线索，找出17世纪、18世纪、甲20世纪内海仔消失的原因。滴水坝，佮对淡水的生命保卫者来认识咱们溪樱花信用是做关。所产生的信用文化，甲大江内海的变化。这个时阵，因两人佮接到对咱们溪一出海口行向找找水文化新的指示。这摆是对山海船的绿岛开始吹。遮，就是这，就是这。这天气有够好呢哦。真正。你讲我 OK 啦。哦，零黑。噔，所以讲，啊，遮啦，我找到，我甲 scan。有无？来，咱看一下。啥看？对海拔人工树的大江内海因嘉南大圳的水路位对海向山伸出去终点伫3952公尺的玉山，全长177公里。咱还行177公里。咱咧行到玉山去哦。要行到玉山去。咱这里台南哦。咱即摆要台南。咱骑脚车去。骑脚踏车。咱会到。应该会吧？你只要有卡，你就算有行嘛会到，好无？是啦。是讲不离哥。好啊，行，出发啦。好，咱出发，好，咱先行这个。去。卖冲锋，卖冲锋。大江下台执行长现在就入到第二只吴模成吴老师啦，关注啦。老师啊，老师头前快，好啦，头前来要看。哇，玉山呢？吴老师好，是你好，阿良家庭你好，嘿。阮真正要去玉山，要骑铁马去啊？是，恁会当伫即站骑脚车到即个大圳路尾吼，较用行路的过即个原乡支路，可以到即个圣山支路。咱即马遮个所在是内海支路啦，是内海支路，你所看即个是四车湖，是。那这四车湖是古代咱400年前大江内海先民差不多拢是对遮起来的所在。那么顺这条内海古港，就是咱嘉南大圳的这个排水线。咱嘉南大圳分成急水线甲排水线。那么排水线是探海，急水线伫水库出来。真厉害呢！所以讲这山海最山指的就是玉山。对，嘿。那是海就是这个大江内，四车湖大江内海安尼。恁要来行这条文化之路，主要就是讲会当行入到咱台湾的土地。是。山海圳绿岛就是咱环境地理运动所来推动的。一开始是要修复咱的溪船港，就是讲咱的水爱变清气，因为咱即马受到工业污水啦、生活污水啦、等等的污染，二来这条路较早是拢无树啊，所以大家感觉讲台湾虽然是热但是咱会当种树啊，形成一个绿色的风坑。大家行入这个风坑内底有无，就足水的。阿良甲阿玲恁今日行这条山海圳绿岛的文化之路有一寡恁爱挑战的关卡啦也是讲伫一个学习咱的观念。放心啦，阮前几工顶一抓，阮嘛是各种挑战啊。第一张是这个沿山海圳绿岛的内海之路前往大圳之路，终点是乌山头水库，全长45公里。所以咱来先来乌山头水库。45公里。45公里。好来使啦！你玉山177公里。无问题啊，无问题。阮足少年的，对无？过来，搁一个吼，来。电路对。挂路上会出现关注啦，甲任务等恁去破解。完成任务，骑到乌山头水库，就算破关成功。够任务咯，无遮简单嘞吼。好，无问题。我相信今仔日有妈祖娘娘的保庇啊，还有吴老师的祝福。我相信阮一定会OK。咱就对 OK 开始。OK 开始。一路拢 OK。都顺顺。好 ，OK， 祝福您哦。多谢老师，多谢老师。好，咱出发，咱出发。OK 啊。再会。再会啊，老师。真水呢，遮。
啊，这风景足水的。那是讲这口位，这口位也是倒位啊？哇，你看这风水景好面。上安尼，金哦，光而且闪闪。有人伫遐过船啊呢。哎呀，是。哦，这嘛有啊？这哎，扫这扫这。好佳哉呢，好佳哉，我目睭够来呢。哎，哎呀，目睭正来呢你哦。拜托的，加讲的。来。 三块。啊，位伫嘉南大圳水道上是轻艇过船顶水hiệu运动选手的培训基地。啊，大圳水路以前是用来种田啦，吼，即摆会使做运动场所，啊，互台南水hiệu文化更较多元发展。无怪，所以讲有人对遮伫遐呢，啊，啊，我甲你讲，迄可能是运动选手。啊，头前遐有一个人呢，我来问看嘛。来问看觅。来，过来哦，拍开，过来，动作拍开。后壁对了调。主持你好，你好，嘿，拄车看恁安尼。我是迄个土城高中的教练，我是轻艇竞速的项目安尼。所以讲因拢是选手就对啊。对，拢是选手安尼，够厉害呢！你讲是土城高中？对。啊，因拢是高中生安尼？高中生，我嘛有高中，今仔日主要拢是高中生啦。啊，你厉害呢！高中会当安尼咧训练。嘿啊，有了青春呢。所以讲这嘛是山海圳的一部分嘛吼。对啊。是讲恁平常时拢是踮伫这个所在训练啊？我拢伫遮训练安尼，这是台南市的这个训练中心，水上训练中心安尼。所以教练拢伫咧旁边安尼甲因对，甲因指导安尼，我看有的人是粗的，有的人是细的。伊这有分两种船型安尼，一种是跪咧爬，一种是坐咧爬。所以讲伊跪咧爬，伊是安尼爬。就是迄个高贵姿的迄个滑法。高贵安尼啦。就迄求婚的迄种方式。求婚方式。教练，教我要接收。你用这种方式教伊为难好无？伊讲的。你家己跪的呢？我是讲，这种跪方式。这做有挑战时，伊坐落去，你可能也无学过人，你坐就先冰准啦。先冰准啊！你可能爱先练差不多1个月至2个月，你较会我都无冰准安尼。期待我就问者，因为拄则遐爱扫嘛吼，啊是讲遮咱敢会有啥物条件，敢会是要去坐船啊哈？应该无啦吼。无啦。咱来一个月训练。啊，因来，啊无咱来加油，咱替因来加油，来，大家加油者。一边来，这样。加油！哦！高中Number 1！来！哦，欢迎小弟啊！来，愈游愈远啊！哎呀，有影厉害啊！教练，够厉害呢！对啊。对啊，但是讲哦，因踮伫这个合作，这是算是。这叫嘉南大船。哦，就嘉南大船嘛。对。伫遮呢比赛，因这过船啊有够紧的啦。系啊。但是比阮骑脚踏车紧哦。系啊，是阮今年伫迄个4月时，嘛有比全中跟全大有拢会遮比。哦，对，比较。有遮比对，所以其实即摆遮的这个环境水质拢越来越好。感谢。谢谢。后回再过来。拜拜。好啊，行。小弟，过来。啥物啊？哦，一站票。可能啦，应该是咱看一下信息一下啊。请继续向前行，顺着山海圳绿道走找关注小台港。小台港。啊，这张图。这图是一群人踮伫咧溪边呢。啊，伫咧船顶哦。嘿，可能。小台港哦。嘿，可能要找哦小台港。先来。好，行。是不是？你无小等你较慢点。小等你。行出发。行出发。小台港趣味。小台港。真凉呢，其实骑这有较凉啦，嘿啦，无拄只路呢，一大无树啊，遐有较热淡薄啊，沿着水路安尼同齐行，斗阵行，好啦嘛是，介爽快啊。这是水啊。小等一下。小等一下，恁即马这是要，你是
大家好，阮是台南市海淀国小小台工。小台工是亲像第二工一只船仔的环保团体，由领航员吴茂成爸爸甲海淀国小的学生、老师、家长同齐守护咱的河川甲家乡的土地。山海圳绿岛就是20当前，小台工来发起争取的哦。哦，恁就是小台工，所以讲小台工就是恁唔是？一个人。嘿对啦。就是讲，安尼伊就是咱即款的关注啦。恁就是关注就对啊，敢是？是。哦。有啥物任务？嘿啊，有啥物任务哦？招过来，招过来，目睭闭好紧，健康影好来，想要为食过，哈哈哈，爱过我这关。哦，牛呢？系啊。哦，有气瓶呢。嘿要安怎？今麦头一关，就是要请恁甲阮做伙去青凤花。嘿，青凤花哦。扫扣粪扫啦。好，来，行，啊，卡大只，啊，就是刚才，咱先来。好，行。哦，遮侪人呢。这里哦。来，这里。笨手。哦。什么？一定有笨手，紧扣。哎，这里。好，我摕着。哦，这毛。这要拍开哦。啊，这敢是粪扫？这笨手。这衫诶。这哦。这。这衫嘛是哦。哦。恁看。这就是沙尾仔的空。沙尾仔的空？哇，一空嘞。什么意思？所以讲这是因的。引导。哦，引导，因的收啦。哦，内底有沙尾仔。内底有。沙尾仔你上。伊安尼袂出来有人伫咧无？爱细声。哦，真美啊吼！安尼，咱搁一道。沙尾仔，有人伫咧无？伊会出来。印出来啊！会看因心情。看因心情。你安尼讲伊袂出。好啦，有闲才来啦，有闲才来。先扣粪扫啊，我知啊，咱甲粪扫扣好了，啊，伊心情就会好。因就会出来。嘿啦。今仔日粪扫上济啊。嘿啊，啊是讲恁是安怎会来自愿讲哦加入这个团体哈？因为扣粪扫就好耍啊。哦，有心呢。爱地球啊，咱地球哦，就是要有这款的囡仔哦，咱就更较有未来。而且自较细汉，安尼来遮咧扣粪扫。对啊，是讲这粪扫看起来嘛，清差不多啊吼。因为我拜三拢会来遮扣粪扫，所以粪扫较少。哦，你拜三已经来过啊，对对。你逐礼拜三拢会来的对啊。哦，安尼我安尼哦。阮爱甲你洗多些，爱甲你洗多些，因为恁先扣大部分啊，然后一寡互阮扣安尼，阮无阮就爱扣足久的哦。安尼敢有算完成啊任务？这关完成啊，但是完成啊，对啦，但是嘿，还有后一关，还有一关哦，反正第一关就是扣粪扫。哦，好啦，不要紧啦。到第二关啊。俗语咧讲诶，过5关斩六将，吼。